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一篇港媒的报道，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啊，是大公文汇网刊登的一篇报道啊，标题叫香港地产巨头内地囤地谋取暴利，买地20多年，蜗牛般的开发速度，分多次销售获取翻几十倍的利润，在土地闲置满2年即可收回的政策下，香港由地产开发商进一修改规划方案等各种操作，规避监管，待楼价升至极高位才开售收割巨利。2001年，开发商以7亿元拿下这个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北京朝阳姚家园地块，楼面价约1750元每平米。开发商采取一贯的慢开发策略。2019年，姚家园地块正式定名玉翠园，但一直未开售。2023年，玉翠园备案价约9.07万至9.97万元每平方米。20多年间，玉翠园的备案价较楼面地价上涨超过50倍。另一例子是上海普陀真如城市副中心。2006年12月，这家香港开发商以22亿元底价把该地块收入囊中，折合成楼面价每平方米3055元。2020年4月 ，A6 地块的348套房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90724元。在成都，该房企通过分期开发、拖延施工等手段长期囤地，在政策监管的缝隙中，以修改规划方案为由，规避土地闲置满2年即可收回的政策。相关楼盘项目2020年转手时，土地溢价率达到267%。不仅如此，项目还存在诸多违规操作，如配套学校建设用地被悄悄改为商业用地等。国家明令打击囤地行为，但该房企项目开发周期动辄10年以上，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屡屡游走于法规边缘，甚至通过技术性操作的逃避处罚。在2010年之前，地方政府为吸引港资，往往在土地合同中放宽开发周期。例如2005年，有房企在广东增城拿地203万平方米，直至2014年才首次开盘，期间未受到实质处罚。广大消费者强烈呼吁政府调查这种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奸商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这是大公文汇网叫不点名的批评港商，是谁呢？名字是呼之欲出啊！这个不点名比点名还厉害。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文章所说的港商是谁？这个不禁让人想起或者担心是不是谢幕杀驴的时候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前不久卖港口，这个应该也是大公文汇网连发5问5篇文章，这个让人感觉好像是后面有组织的，有人指使或者有人引导将炮火将炮口对准这位港商，这是要赶尽杀绝当然了，任何一个在这儿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都要符合法律法规，这个没问题如果他确实有违法事实，我觉得倒是可以查，但还是要拿出法律事实这种发动舆论先来一轮，这个做法不太好。是不是说明房地产到今天已经需要有背锅的出来背锅，对吧？韭菜认为房价太高，对吧？现在房地产低迷导致咱们经济对吧 GDP 现在不是让人很满意，就业难，这个都跟房地产低迷有关系。政府救市也救了3-4年了，有没有稳住？大家是各说各话那给人感觉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人出来背锅所以说细思恐极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这个实际上就验证了胡一静老师说的叫吓鸟论。按照这个卖港口的风波卖港口这个走向，那么这个大公文汇网这篇文章，那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指向性的意义，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我们再看看这个高盛他最近又出了个研报，他预测未来10年中国房地产3大结局。大家看视频高盛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向如何？在当下的经济环境里，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短期来看，房地产市场在政策刺激下正努力止跌回稳，
但真正稳定下来还需要时间。那么长期呢？房地产还有发展机会吗？还能靠买房赚大钱吗？最近高盛的一系列预测引发了广泛讨论。根据5月16日一财发布的高盛对明年房地产市场的预测视频，核心观点是1、2线城市房价明年下半年有望持续企稳，房地产市场将推进 L 型复苏，即市场经历下跌后逐步企稳，呈现平缓的 L 型走势。2025年是止跌回稳的关键一年，政策力度不会太弱。不过市场回稳过程中会出现分化，一线城市可能率先回暖。从长远视角看，高盛发布的深度研究报告也给出了几个核心观点。首先，2035年住房需求将比峰值低 40%，70% 来自一线和二线城市。预计2035年中国住房需求为每年10亿平，基本情景或12亿平，乐观情景，较2017年峰值分别降 40% 和 30%。届时，前10大开发商的全国市场份额将接近 50%， 在一线和二线城市的市场份额可能翻倍，市场逐步转向存量主导。其次，未来10年二手房交易将超过新房交易，或占总量2/3。当下存量房时代已经来临，2020、2025年，二手房交易占比大幅提升。高盛预测，2035年二手房交易规模将超过新房，主要由一线和二线城市驱动，二手房占总交易量价值的 66%、64%，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最后，2035年翻新需求几乎翻倍，可以抵消新建住房的下降。基于 1% 综合翻新率，超110亿平建筑存量及二手房交易增长。2035年翻新需求达20亿23亿平，占总建筑施工面积 60%。官方也强调过房地产市场在盘活存量房和城市更新方面的潜力，老旧小区改造未来市场规模巨大。总的来说，短期内房地产面临动能转换的挑战与这个高盛的预测啊，首先是 L 型复苏，他认为到明年年底，这个1、2线城市才会稳住，后面会出现分化，对吧？以后的房地产交易主要集中在一线、二线，而且主要集中在二手房，等等这些观点啊。高盛认为2035年会如何如何，我觉得高盛的预测只能当个参考，他认为明年会稳住，这个也是一家之言，他也没有什么数据什么之类的支撑。如果有数据的话，他得说清逻辑就是房价能不能稳住，房地产能不能稳住，不是靠你的意念，对吧？靠个人意愿，它是跟韭菜实打实的这个收入，对吧？密不可分。你要预测房价能不能稳住，你首先得预测韭菜的收入能不能稳住。我在想你只要韭菜收入能稳住，房价一定会稳住，因为住房嘛，衣食住行这是刚需对吧？但你有了钱，你一定会想办法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个是人之常情，没有必要怀疑对吧？现在为什么不买房子呢？无非不就是钱不凑手吗？没钱，赚钱难，要失业，万一买了房失业了，你就完蛋了。说1000道1万就是收入，对吧？你预测这个房地产什么时候见底，什么时候稳住，你不如预测韭菜什么时候能稳住，收入能稳住，对吧？根据我的亲身经验那北京的租房的价格都在降租房价格在降，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是打工的人收入在下降你房租不降，他就租不起，租不起人家搬走了，搬到更远的郊区，这都是收入在下降导致的。收入下降，你怎么能让房价稳住呢？从这个日本的经验来看也日本走在咱们前面咱们踩的坑日本已经踩过了，对吧？日本的房地产周期15到25年，那照这个推算咱们这一轮牛市差不多也走了25年，对吧？从2000年开始吧，或者是1998年房改开始，咱们说的是大周期那么差不多到2021年恒大暴雷，正好25年，也差不多。但是这个大周期里面也有波动，对吧？你比如2008年咱们房价也掉了一下，2014年、15年又掉了一下，但是后面都马上就起来了，大体上都是往上走，一直是牛市2020年恒大一暴雷，牛市结束。你要从那个时候算起，你要算15年的话，那就2035年。实际上就是这么说吧，从2020年买房的人，现在恐怕基本上都是亏的。说2020年往后买房的人说他还赚钱的少，你不能说没有，绝大部分恐怕都是亏钱，首付的跌没了，有的腰斩，更狠的是膝盖斩，更狠的还2017年买房的都亏了。如果你按日本的经验，那恐怕到2035年
差不多到了低点，跌无可跌。当然，有人肯定也会说啊，这个日本的经验啊不一定适合咱们，日本的经验不适合咱们。咱们再看一个新闻呢，这个是搜狐新闻报道啊，2025年5月13号说，10年后200万教师过剩，最大的铁饭碗也破了。人家说了，200万老师过剩跟房地产有啥关系啊？哎，这关系很大。他这个报道这么说的，他说，据中国机构编制报道，湖北鄂州市提前锁死中小学教师编制总量，同时根据小学生源走势，当地核减小学编制500名，增至初中。无独有偶，江西省万年县近日宣布，2025年将暂停英语教师招聘。江西南昌进贤县也表示，2025年不会招聘老师。更有甚者，部分地区提出加强对老师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在许多县市，教师编制占事业编制的半壁江山，堪称规模最为庞大的铁饭碗，也被认为是最为稳定的铁饭碗之一。教师编制的锁死，更多还是受生源萎缩的冲击。过去10多年来，我国小学减少8万多所，降幅达35%，小学招生人数从1800多万缩减到1616万，未来还将持续减少。过去10年，我国出生人口从最高1880多万下降到最低902万，自然导致中小学生生源收缩。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测算，到2035年，全国小学教师可能过剩150万，初中教师过剩37万。换言之，仅义务教育阶段接近200万教师过剩。他还配了历年小学、幼儿园变化情况一个图。到2035年，教师过剩200万，就是10年以后教师过剩200万。原因什么？原因就因为小学生、中学生少了。小学生、中学生少了什么原因啊？人口出生率下降。咱们一直说这个短期看政策、看金融，长期看人口。那人口是在萎缩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刚需房因为他长大了，他要结婚他要工作，他要买房这些人本身在减少，房价怎么稳得住呢？所以高盛的这些研报只能是参考。他既没有考虑到韭菜的收入，也没有说这个人口下降，对吧？断崖式下跌那今年对吧，1季度好像这个结婚的对数更少了。结婚的对数是这个新生儿出生先行指标，他要提前个2年。一般人结完婚之后2年要孩子，这个或者是1年，或者2年，或者3年，就是大概这样所以说结婚的这个对数是人口出生率的这个先行指标嘛。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热搜，一个热点呢，什么热搜呢？就是花165万在北京买150平的老破大，你敢想象吗？每平米仅1万出点头，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看视频我在北京花了165万买了一套150平带院子的老破大，房主原来是少190万不卖的，机缘巧合吧，最后少了25万拿下了这套房子。这套房本的面积是120平，房子是06年的，不算太旧。当初小区是买1层送个院子，现在带院子的房子就很少了。中介说有30平，我老公我俩都觉得院子没有他们说的大。今天特意买了个尺子过来量一下，有孩子真的太适合住院子了。从一过来就在这挖蚯蚓，弄了一头的汗。量了一下，纵向是4.1米，赶紧再去量量横向。尺子有点买小了，还不够。2.8米，再加上那边一共7.8米。算数好的姐妹赶紧算一算，我是越算越迷糊。31.98，有这么大吗？不放心，我又回去用计算器算了下，这下踏实了。看了你们的评论啦，好多姐妹都在说不要拆，有个粉丝还给我画了个图，真的建议特别好，这样既保留了使用面积，还把阳光给照进来了。接着他的想法，我又做了个升级，现在一进院显得院特别的小，前边还特别的堵得慌。主要原因我觉得是这个小房子是架起来的，遮住了我们的视线，我想把它落下来，这样院子就会很显大。再把小房和主卧阳台连接的地方换成玻璃，这样又解决了主卧的采光。你们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我想大家看完视频啊，也就清楚了啊。你别管它在哪儿，房山那也是北京。你看啊，在北京既有20万一平的房子，也有1万多一平的房子。这个视频拍的啊，是从一个角度，对吧？他只说这个房子的优点，他没有告诉你这个房子具体在什么地方、什么小区、周边什么情况。巧了啊，这个视频在网上火了之后啊，这个据说啊是卖这个房子的中介啊跑出来回应。说近日有网友称在北京花165万买了一套150平的老破大，引发关注。据该网友介绍，这套房屋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建于2006年，房本面积120平方米，户型为3室2厅。此外，该住宅还附赠了一个30平方米的院子，实际使用面积达150平方米。5月15日，一位自称是经手该房屋的中介向记者介绍说，该房屋位于良工家苑小区，今年3月份被一位买家购入，并于4月8日办完过户手续。买家第一眼就看中了，当天就决定交定金。带院子的房源比较稀缺，这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该中介表示啊，房山属于远郊区，房价较城区要便宜不少，区域内100多万的房源很多。不过他说该区域交通还算便利，从小区开车半小时到杜家坎收费站，可直接上京港澳高速到城区。此外，附近也有多趟公交线路，距离最近的地铁站1公里。记者查询售房平台看到，良工家苑小区建成年代为2004年至2010年，绿化率35%，目前有多套房源在售，小区参考均价约为14300元每平米。另一房产平台显示，该小区4月挂牌均价16364元每平米。首先啊，根据记者查的这个小区的均价，那这个拍视频的啊，买了这个房子还是比较合算的。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一直说啊，有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还不太相信，对吧？很多人说北京的房价高，什么在北京去北漂，然后就是惨，买不起房。你看看啊，这个150平才160万，你说贵吗？啊，有人就说那太远了，确实有点远啊。你想，他到杜家坎收费站还要半小时，你到了杜家坎收费站，你再进城啊，恐怕要1个多小时。再说了，那个北京的西南边啊，它没有什么上班的地儿。我记得他那个梁山那地方应该是什么燕山石化，我很久以前去过，挺远的，挺偏的，离地铁还有1公里啊。如果你要嫌这儿远啊，对吧？那你可以去通州啊，通州离北京近啊，对吧？通州离国贸那只有应该是15公里不到，有几条高速啊，还有地铁，好几条线。通州的房价呢，很多地方啊2、3万一平的都有。哎，说的是这个不是新房子啊，二手房啊。如果你愿意出4万一平米，那恐怕就能买到不错的，位置也非常好的。所以说啊，你要说北京的房价高，那指的是海淀这个什么西城、什么核心区那儿房子15万、20万一平，很正常。你非要跟那儿扎堆，你非要在那儿买，全国有多少人能在那儿买房，对吧？那你是在较劲呢。如果你只是个北漂，那你完全可以在通州啊，在顺义啊这些地方买房。如果你啊不在乎什么学区不学区，对吧？愿意上班的时候通勤时间稍微长点，那么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多啊。为什么大家总觉得贵呢？是因为你老看着那个学区房，对吧？老想上中关村1小、2小什么的，老想上什么北师大附中，那你这个花费就海了去了。所以我一直说啊，这个房价高房价低啊，它还是个结构性矛盾。你看，同样是北京，也有很便宜的，更关键的是啊，这些地方的房价恐怕还要降，只有核心区的房子恐怕就是降起来比较难。这些房山啊、门头沟啊，这个房价不太稳得住。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